第一次来服务的时候，就发现，其实开门进来的话，阿公家的天花板全部都是，因为他10几年前被大火烧毁，所以阿公其实就在这样露天的状况之下，他都是住在这张躺椅上睡觉。因为一场火灾烧掉大部分的厝甲厝尾顶，69岁的阿公10月冬来就安尼住伫咧内底，甚至连一张眠床也无，每暗就安尼坐咧困。华山基金会安平替代站长李维珍伫访视服务了后，就开始积极想办法，要让阿公有一个会当遮风避雨的厝。先后连结昆山科技大学材料工程系学会、普济电志工团为阿公的厝整理摒扫，经找来爱心工程公司深源工程，要来帮忙阿公搭建新的厝尾顶，好让阿公未来唔免阁烦恼寒流，也则是落大雨的时阵。去晒掉半天，然后搞来隔的就是跟华山基金会，所以来这里这案件，所以我们真的很开心很高兴，然后认识更多人。他们来找我啊，就想说帮他们做一做这样而已，不用再问他们，我觉得募款太慢了啦，就帮他们直接处理掉让老年人也可以好好的过年。看到社会上有遐尔侪有爱心的人愿意帮助阿公度过困境，市长黄伟哲、社会局长陈英基、警察局第4分局长蔡正月也拢来到现场，为阿公搭上春联，并向所有愿意帮忙的热心人士表达感谢。社会上比较弱势的朋友们，常常需要一些协助，但是因为他可能不一定符合政府的规定，因为政府的规定是死的，所以说有时候规定不符，但生活实际有需要扶助的人，我们很多社会团体，包括华山在内，他们民间团体就担负起这个责任，这非常谢谢他们。那让这个老屋得到修缮老人能够过好年。那不管在物资上，不管在修缮上，不管在志工上，不管在金钱上、资源上，我们都愿意尽全力来协助。华山基金会安平爱心天使站在地服务迈入第15冬，陪伴超过200位60岁长辈，走过孤苦无依的日子。基金会嘛欢迎有更多有爱心的人加入关怀长辈行列。华山基金会就是安平在地已经服务15年，然后陪伴200多位长辈。那其实很邀请就是在地的力量，大家可以一起协助我们，因为我们关怀每一位长辈，每一个月的服务经费是1250。那我们很需要大家长期的定期定额的支持我们，一起帮助这在地的长辈。新年快乐，牛年行大运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好，谢谢。